甘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当花热情，满树的当花开满浪漫，一蕊一蕊飞落涂骹，袂输伫咧大地写真批。爱人仔捡着白色的花，摆出一个心，用真心在土地写出上水的山明海誓。树仔顶的雀鸟落虫唱歌，像咧风中写美丽诗。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4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高雄市的王子涵小姐伊所写的《当花恋情》。选入去，咱邀请王子涵小姐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大家好，真欢喜会用参加这届比赛，而且还会使得到奖。从细汉，我拢讲国语到大汉，我无啥会晓讲台语，因为我是一个外省囡仔。我真感谢曾文溪广播电台与海鸥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主办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活动，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好好学习好听的台语。满树的当花是窈窕美丽，徛伫树仔骹。一阵阵微微啊风吹来，看到一蕊蕊的花蕊，亲像落雪般飘落涂骹，袂住用性命伫咧大地写真批。行伫路中，有白色花蕊铺成的地毯，互人感觉非常的浪漫。满山的当花，每一蕊拢遐尔水，大人甲囡仔拢捡着当花。用真心摆出家己的告别，有爱人仔的爱，嘛有爸母疼囝的爱。听着树顶的鸟仔落虫咧唱歌，互人感觉这个世界拢充满着温暖。当花的水，若亲像一首美丽诗，永远伫心肝头，互人无法度放袂记。满树的当花开满浪漫，一蕊一蕊飞落涂骹，袂输咧大地写真批。爱人仔捡着白色的花，摆出一个心，用真心伫土地写出上水的山明海誓。树仔顶的雀鸟落虫唱歌，亲像咧风中写美丽的诗。
所以去，咱邀请这届的评审委员林凤珠老师为咱来做一个讲评。我即摆要来讲这个东火乱情吼，我会先说明一下我选诗的标准，就是讲，因为咱这是现代台语诗的创作比赛，所以第一，你就要用台语的口去讲，你袂使用国语的口去讲，用国语的口去讲，安尼就无符合规定吼。第二，台语的用词，就台语咱咧讲的话，台语这话者你尽量爱落去吼。那第三就是讲会当押韵。会当押韵上好，但是呢，如果若是伊无押韵，毋过伊个表现甲真好，安尼我是原来会选。毋过我是要甲逐个人鼓励讲吼，尽量押韵，因为诗甲词，自古早到将士拢是有押韵的。但是即阵有人主张讲毋免押韵，有人主张讲爱押韵吼，这是个人的主张啦吼。我选诗的时阵，我袂因为讲我主张一定爱押韵。非押韵不可，那有一寡有无押韵来，毋过伊写甲足好诶，我无通选，这嘛袂使。亲像我选即首《东火乱情》吼，伊是安那，伊是原来是无押韵诶，伊是无押韵诶，但是我感觉伊写甲足水，搁有伊用上简单诶句，用东火去表达乱情，吼，这伊我感觉伊表达甲足好，有画面，安尼吼。伊讲满树的东火开满浪漫，伊一开始就先甲你点浪漫出来，一蕊一蕊飞落涂骹，涂骹就咱咧讲的话嘛，吼。袂输咧大地写情花，袂输咧就好像这是讲语，但是台语来讲就是袂输咧，这是台语的用词，吼。爱人啊，捡到白色的花，爱人啊嘛是咱台语伫咧讲的。捡，咧涂骹捡白色的花，这嘛是拢咱咧讲的。然后伊从这爱人啊吼，捡到白色的花要创啥？摆出一个心，那伊摆出这个心要创啥？用真心伫土地顶面吼，写出上水的山明海誓，非常的水。伊足够譬如阮在滴，伊捡的花吼，毋是咧耍的，是要摆出一个爱心，安尼。那树仔顶的客鸟啊吼，乐唱唱歌。咱台语有咧讲乐唱，足快乐，这是足传神的，非常传神的一种讲法。伊用伫真内底讲鸟啊吼，足乐唱咧唱歌，也是用得很好。那伊唱歌要创啥？就亲像伫风中写美丽的诗，安尼吼。咱后壁留一个真水的空间，所以我感觉这首诗是成功的，但是吼，较可惜无押韵，因会当押韵会搁较水。这首诗会当押韵无？会当。伊若写法调几字伊就会当押韵，就足完美。爱琳娜捡到白色的花，摆出一个心，用真心在土地写出上水的山明海誓。树仔顶的雀鸟乐唱唱歌，像咧风中写美丽诗。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王志涵小姐写诗，林凤珠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